為咗進一步推進一基地建設，將澳門打造成國家高水平對外開放重要嘅橋頭堡，以及中西文明交流互鑑嘅重要窗口，澳門特區政府正規劃建設具國際影響力、高規格同埋具標誌性嘅文化設施——澳門國際綜合旅遊文化區。文化區將會重點規劃建設3大核心場館，包括澳門國博文化館、澳門國際表演藝術中心、國際當代美術館，致力打造兼具文化底蘊同埋時代特色嘅高規格文化空間，形成集文物典藏、展覽展示、文化展演、藝術交流、旅遊休閒同埋商業配套等於一體嘅文化新地標。為咗令到文化區更加貼近公眾嘅需求同埋期待，我哋誠摯邀請你為文化區嘅規劃同埋建設、選址同埋營運方式等內容提供寶貴意見。從11月13日起至到12月26日，市民可以透過參與公眾意見收集會，或者通過網頁、電郵、電話同埋傳真等方式分享你嘅想法，讓我哋攜手推動文化區嘅建設，成為推動澳門經濟適度多元、可持續同埋高質量發展嘅新平台、新引擎。